係真正要飛嘅時候，佢從來冇成功過。伊莎貝同小白講：我呢？佢呢？呢片土地呢？同你一樣，都經歷過好多挫折同失敗。你記住，失敗只係一次經驗，就同花開花落一樣。星宿伴我飛過灰暗風浪，重重濃霧遮蔽種下迷途。日月如梭，踏遍千千里，探索遠方，然後憑藉往日足印歸家去。讓我歌唱，伴你經過挫折失敗，同行尋覓方向，開拓行程。漫漫時光，在那春秋裏記載每天，沿途留下故事詩句一一說。我哋一齊去睇下呢個地方嘅經歷同故事。南宋末年，受到蒙古軍隊嘅攻打同剿滅，宋朝最後嘅皇帝宋端宗同宋帝昺，仲有其他大臣，一路往南方逃難，而嚟到九龍。傳說宋端宗同宋帝昺經常登上聖山嘅石台睇風景，而後人為咗紀念呢件事，就喺石台之上刻上宋皇台。
1914年，何啟提議喺九龍灣填海建屋，創造一個呈三角形嘅新地域，建立安居樂業嘅理想家園。呢度就係何啟所期盼嘅啟德濱。公司名由何啟、歐德名字入面各取一個字嚟命名，叫做啟德營業有限公司。之後，香港經濟嚴重衰退，填海工程因為資金短缺停滯不前，啟德濱計劃最終以失敗終結。當天美夢可建造，描畫白光燈光密布，日夜營造房屋，曾畫成都荊棘前從未卻步。今天美夢寫句號，用岩讓建築頃刻化灰，浮塵停留上空烏雲，到新高前必須停步。何啟曾經同兼三會講過，失敗只係一次經驗，就同花落花開一樣。當天美夢早破滅，但盡下迷途丟失了去路，靜靜凝望晴空，依然來期盼沙礫在某天，蛻變棲息的家園，破碎砌出世界。好多年之後，呢個地方仍然叫做啟德。喺未有正規機場之前，駐港空軍就係喺啟德填海區呢片爛地上面執行守衛香港嘅飛行任務。港府宣布，將停擺嘅啟德灣填海工程重新啟動，喺填海區內動工興建機場，以及沿用啟德作為機場名字。
變成通向全世界嘅繁忙機場。機場四周啲樓好密，空間好窄，飛機喺大廈天台好近飛過，成為香港其中一個最獨特嘅風景。到處去，空中窺探世間山水，來攜同樂伴探探進退，穿梭天邊卻見空虛。若北斗七星都盡碎，南北西東怎去追？寂寞最後獨吹，掙扎中離去。尋覓同夢到處去，丟失方向瞬間過。如河流迴旋是為到錯。